龙哥，你们全新瑞虎7 Plus 的选装包都有哪些啊？小伟哥，你晓不得嘎？这我们的瑞虎7 Plus 的话嘛，总的有这3个配置可以选装，分别的话嘛，选装的价格都是在2000块钱。有我们的 1.5T 的手动豪华版，以及我们的 1.6T 的自动豪华版，跟我们的 1.6T 的自动豪华版。像我们 1.5T 的手动豪华版的话嘛，可以选装我们的全景天窗，选装全景天窗嘛，晚上我们就可以看星星看月亮。像我们 1.6T 的自动豪华版的话嘛，总的有着5线配置，有我们的皮座椅，电动座椅，以及我们的侧气囊跟我们的发动机盖板，以及我们的中央扶手箱。像我们 1.6T 的豪华版的话嘛，可以选装我们的360度前景影像，有我们这个360度前景影像的话了嘛，让我们行车嘛更加安全。龙哥，那这个全新瑞虎7 Plus 的话，买哪个配置的性价比较高点啊？这个的话，小黑我告诉你，我先去做好功课。